秘书，白慧同志，恭喜你，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，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。谢谢你，陆秘书。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，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，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。就是赶巧，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。技多不压身嘛。白慧同志，你当时没有进医保小组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但是我相信，你就是一块金子。现在好了，拨开云雾见光明了。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，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。快带上吧。我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您说。你说你这么优秀，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？陆秘书，怎么我给楚公治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？啊，这也是为了工作，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。万一专项组问起来，我也好有的汇报嘛。陆成，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，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？你出来一下，陆成，我有2句话跟你说。红梅同志，怎么样？在河堤看了10几个患者，没去过别的地方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看样子是个好大夫。那倒也未必。你守在这儿，我去盯着。好。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？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？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？高主任，请你注意你的态度。白慧进医保组，我是坚决支持。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？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。是，我是喜欢白慧。她未婚，我未娶，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她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厂办秘书，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，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她，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。陆秘书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这关你就过不去。那我一定要追呢。行啊，那你就试试看。自己嫁不出去，还管别人的闲事儿。你给我回来！哼，我是老姑娘，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。别什么乱七八糟的、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。对，好，明白。同志，你有什么事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。报案？哎，
我现在的感觉啊，我得成为材料学家、力学家、机械学家、矿物学家，可偏偏我就是个搞数学的。丹阳，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，在开采之前，怎么计算它的储量？很简单啊，用变异函数计算，外加结构分析就能反应。还是数学没用。丹阳，你看看你这个专长，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。是啊，队长，怎么样？队长，你看，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。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，怎么会有人混进来？真的仔细排查过了，这东山这么大，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。再说了，队长，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？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？专家可都在这儿。喏，李奇，把你铲子拿过来。董姐，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。你看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？好，咱们回来。集合了，集合了。走吧。好。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庞公安，你也晓得呀，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，身上是带着枪的。那他走了，您也没来报案。他拿小慧的生命威胁我，我思来想去，也想了很长时间了。我虽然是黄土埋半截了，但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。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？我不改变不行啊！血迹被你们踩走了。我虽然是个中医，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。本来我想瞒过去的，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了。我也晓得，现在在掩饰什么，这都是徒劳的。好在亡羊补牢，还来得及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晚上那个特务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您好，帮我转接专项组办公室。您好，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。喂，啊，红梅啊，你说。好，我同意你的方案，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。外围呢，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。是。你好，我找葛主任。葛主任在急诊室呢。你说让白慧加夜班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。那先这样。杜芳，这边有伤员。哎，来了。白大夫，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，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她。好的。快，走快点！快点！
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家吗？白大夫，救人呐！白慧呢？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？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。那你不早点说？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他都下班10分钟了。那我不管。喝点。还是白大夫厉害，一针就管用。是，那是。白慧，爸，回来了。哎，小慧。爸，他带着人走了。小慧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下班了呀。你今天不是夜班吗？我明天夜班呢，你记错了。什么？我记错了？你记错了吧？你别给人耽误工作，赶快回去。爸，你记错了，我明天夜班。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。哎。进来，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？加班？没人通知我啊。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白慧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，但是你记住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千万不要慌，有我在。疗伤？谁呀？跑的那个特务。对。那红梅姐，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？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。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。哎。谁呀？他来了，红梅姐。我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说过，不让你再来找我的。你说过吗？你是个大夫，帮我换点药，我的伤口都烂了。你这是自找的。对呀，我是自找的。本想再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，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，什么情报局，什么雪狼壁虎，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。雪狼，白大夫，我现在烂命一条，横竖都是个死，我死，你也活不长。哼，你这条烂命，死在大街上，跟我不关，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。你走吧。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？就算你不怕，想想你女儿，给我治。丁姐，今天谁去东山了？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。是。翻山越岭我不怕，可这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，咱们在那干看着，太无聊了。是。哎，红梅长生去哪儿了？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，我带人埋伏。马上去白明汉家，快！忍着点啊，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，得消炎呢。哎，等着，我去拿消炎粉啊。哎。
坐下。你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给你拿消炎粉呢。不，要不你跟我去，好不好？坐下。你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就在这待着，别跟我耍花样。叫你女儿拿。我女儿不在家呀。你撒谎！我看见她进院子的，看来还真是想跟我耍花样是吧？不，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。那也是你扯进来的，你没得选。叫她。小慧，小慧，把消炎粉给我拿来。怎么办呀，姐？先答应。知道了。爸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他。把药箱拿给我。哦。再快点！我来送药。别耍花样，乖乖过来。别动。抬起头。动门！你别乱来啊！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家吗？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？让他们出去！老东西，敢给我下套！别动！把枪放下！给我退后！让他们退后！别过来！你退出去！出去！回家！别乱来！后退！别动！都别动！退后！别动！小慧，扎水！退后！放开我女儿！退后！你别乱来啊！放开我女儿！爸爸，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逃不掉。哼，大不了咱们一起死！放开我女儿！放开！给我一辆车，放我走！我可以给你叫车，你先放了他。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跟你走。我没钱。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
红梅，退后！长生，叫车！都退后！快退后！退后！别过来！放了他！车已经到了，放了他！车在哪儿？车呢？左边巷子里，巷子太窄，车进不来。放了他！别过来！站着别动！别过来！放了他！别过来！站住！别动！你干嘛？别乱动，否则我跟你一起死。疯了吗？说，雪狼是谁？谁知道雪狼是谁？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，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。你，快说！红梅，红梅，快点，那边，护士，护士，快，护士，坚持住，光明，小心，小心，快快快！快快点，快快点！不要使出水那边，快快！那个头怎么样了？啊，夏院长正在给他手术，现在还不知道情况。这个混蛋，我2次受伤，都是拜他所赐。高明同志，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，向你学习。当时的情况，我也不能看着红梅出事。先别跟他说话了，幸亏没有伤到要害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忍着点啊。红梅啊，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，白明翰、白慧差点出事。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。要不是因为李光明，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？是我疏忽了，队长。夏院长，怎么样？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，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，让他颅内出血，压迫了神经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虽然手术让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。啊，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，可能对你们有用。好，谢谢夏院长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，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，闲杂人等不能靠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队长，哎，躺好。光明同志，光明，怎么样？没事，已经缝针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。谢谢啊。跟你们比，我这不算什么。誓师大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。对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留活口了吗？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不过人还没醒呢。队长，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，等他醒了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来，放心吧。谢谢。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翰家？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，就立刻赶过去了。哦，这样。啊，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。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。是。白大夫，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迪特，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，我们深表抱歉。那小慧现在没事吧？他在门口等您。啊，旁观，
陈队长，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尽管问。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，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，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。我明白，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，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处罚。啊，白大夫，我想问您2个问题。首先，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？第二，您怎么知道他3天后会再回来找您？这个话说起来都话长了。解放前呢，我的那个小诊所呢，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，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，有耍枪的，好人坏人都有。所以呢，我治枪伤呢，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。可我没想到，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，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。我能确定，他3天以后呢，会回来的。因为我给他用药啊，仅仅能维持他3天，3天一过，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，保是他受不了的。那您就没想过，如果他回来，白慧会有危险？所以啊，庞公安、陈队长，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？我相信政府，我也相信公安。流体位元的内能增量，热传导位元体的热量，周围流体做功之和。追踪流体质点，在数学上根本就实现不了，流线的曲序根本就无法解析。当初大学选专业，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？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？是不是看到大家伙儿都在忙，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？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？达芬奇曾经说过，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。再说，要是没有你的数学，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。听说，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咖啡还真是不错。回国的时候带来的，下次给你一罐。哦，对了，你少喝点儿，对胃不好。知道了。喂，是我，葛主任。白慧怎么了？我知道，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，保证我们家小慧呢，别出什么事儿。白大夫，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？这确定，确实没见过。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，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。哎呦，什么身手啊？就我这个腿脚还能谈身手？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，我怕她被伤害，这一着急上去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呼了掉了。这是，您谦虚了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哎呀，身手谈不上，在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，对人的穴位啊，基本的骨骼呀，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。白慧，季专家，怎么回事？哎，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回家，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，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。啊？他们抓了你爸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别急啊，我去问问。哎，红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，怎么不能来啊？抓白慧他爸干嘛呀？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？你是公安，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。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，怎么就不能问了？行，保密。哎，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，担心他爸。不行，你先给个说法呀。
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。红梅姐，百惠，我爸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，需要了解一下情况。昨天让你受惊了？没有没有，还好昨天有你在。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？应该很快了，别急。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，谁接的电话？珊珊说是杜芳。爸，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。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公安问了这么多，周儿把你吓坏了吧？那你说呢？你不害怕吗？小慧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爸爸什么都不在乎。我们都要平安。哦，对，对。红梅啊，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？逻辑清晰，不卑不亢，沉稳有度，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。是啊，滴水不漏的。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。怎么样？他醒来过吗？一直没醒。这个张阿水，昏过去倒是轻松了。队长，他在胁迫白明翰的时候，提到了雪狼和壁虎。雪狼和壁虎，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葛主任、陆秘书，你们找我。杜芳，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，你为什么没说呢？我说了呀，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。杜芳同志，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，公安同志是5点25分给你打的电话，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。我当时有个急诊，我忙起来就忘了。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下班了。唉，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。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？我又不是公安。好了，陆秘书，你来宣布吧。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，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，因此，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。葛云姐，这一件长一智吧，啊。陆秘书，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。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，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。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，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。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，我们还得照顾他，给他治疗，他也配？没办法呀，谁让我们是护士呢？哎，白慧，你说我拿针扎他，能不能给他扎醒？你别乱来啊！我要是真能给他扎醒，我就立功了。哎，你别闹了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他没反应，我扎他一下怎么了？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？反正也没人知道，我给你出气嘛。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，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啊？公安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呀？刚好你办这工作。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，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，可真是个榆木疙瘩。那你杀了他？那我不敢。队长，队长，核查过了，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，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。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，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队长，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？哎呀，厂办嘛，什么用车啊、派人啊，都得需要经过他。怎么了，红梅？你怀疑他呀？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值得怀疑。这个钥匙，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？队长，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？出了事儿之后，张阿水还敢回家吗？
请节。查，就从这把钥匙入手。红梅是，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。是。虽然张阿水抓到了，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，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，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。是，我的问题，我深刻检讨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检讨。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夏院长是怎么说的？夏院长说，要看他的恢复情况。火车站的枪击案，礼堂采石场的爆炸案，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。还有他说的雪狼、壁虎，这都是关键。只有他开口，我们才能找到线索。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。是。比起这个张阿水，我更担心专家组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。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，这才是巨大的隐患。马上查。是。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，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，不然不是打不准，就是翻船。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，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，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。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。我们所得到的数据，它的重量超过60吨。这么重，潜艇才多少吨？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。丹阳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意见？哦，没有，我在学习。希文，刚刚讨论，你明明有意见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我验算了2遍，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，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，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，不现实。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，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模拟试验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更多数据。要不要把这个课题担下来？我？张阿水家马三家又搜了一遍，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。邪门了！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丹阳，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1流的模拟水池，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。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。我看我希文给我的很多资料，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。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，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。季专家，主公好，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。哎呦，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，我这就是老毛病，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。哎，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，您就别为难我了，配合一下嘛。是啊，主公，您就别为难白慧了，来吧。一个特务住单人病房，24小时一户也就算了，还有24小时守卫，凭什么呀？这位同志，怎么了？你好，他还没醒。
白慧，红梅姐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是进了医保小组了，可是怎么把杜芳给除名了？杜芳除名了？啊，那可能是厂医院的决定吧。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同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，以后只要他好好表现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你别多想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能跟我来一下吗？怎么了？你先去病房吧。哎，好。本子都拿反了。犯错误了吧？我你是护士啊，人只要在病床上，对你们来讲就只能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患者。至于他是特务还是什么的，那是我们的事情。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公安同志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错就改还不行吗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名字。我叫骆珊珊，你能不能别和葛主任说呀？我现在就去擦。骆珊珊，干什么呀？怎么还弄这儿来了？神神秘秘的。我是想感谢你，感谢你救了我和我爸。我是公安，这是我本职工作。再说了，其实这次抓捕行动并不成功，我让你和你爸都陷入危险之中，是我不对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我当时觉得你特别勇敢，我腿都吓软了，你一点都不害怕。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给别人打针，我还腿软呢。这叫术业有专攻。你拉我来就说这事儿。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你把手伸出来。啥礼物？这是金红石手串。金什么石？金红石。这挺贵重的吧？我不能收。哎，我不贵重，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是我爸前几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捡的，后来找了一个石匠师傅打磨的。那你爸送你的，我更不能要了。红梅姐，你就带上吧，你听我的，你是收下吧。不是，红梅姐，红梅姐，你这么说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你知道的。我爸是养父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我想让你当姐姐，可以吗？你不是一直叫我红梅姐吗？你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，你这不用认。我想让你当亲姐姐，行不？姐妹之间还有什么亲不亲的？那你是答应了。姐，弄得这么正式。妹，哎，对了，我还真有个事儿，得让你帮帮我。你说，你看，现在这个特务啊，他一直不行，这大家心里都着急。你爸呢，医术那么高超，你跟他说说，让他给他弄醒呗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我努力，我回去就跟他说。行。哎，你叫我搁这儿不行吗？好，来这儿，就这儿。这样会不会太低了？再高就得上山了。走，回屋试试。行，我先把这线顺一下。来，陆生，来给。来，
这种矿石收音机虽然便捷，不用插电，但声音特别小，不仅要有长天线，还得有地线。哎，你们部门就不能给你们配一个半导体吗？半导体是半导体，这种小东西有它的独到用处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多特务呢，就是用它对无线电信息进行监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二战的时候，外国潜艇通讯，山本56在太平洋上的通讯都是被这种小东西监听过，泄露了无数的战场信息。而且这种小东西没有震荡器，很难被监听到频率，相当隐蔽。所以我们反过来想，如果敌人是通过接收电波传递情报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听到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密码破译呢，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懂得还挺多呀。哎，我们这也是刚入门，还是需要学习。还真响了，来，你听听。回来了。哎，爸。哎呦，爸，你那伤怎么样？好点没？我给你涂点药吧。行了，还能等你吗？爸爸呀，还没到手脚不听使唤的地步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，又唱又跳的？我今天认了一个好姐姐。谁呀？红梅姐。哎呀，小辉呀，你这叫没病啊！找罐儿吧，没事找事。怎么了？红梅姐人挺好的，你以后就知道了吧？爸，问你个事儿。说吧。你说这人脑子受伤了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醒过来？没办法，我做饭去。不是爸，你都没想呢，你就没办法呀？你以为爸爸不知道吗？啊，是不是那个特务的事儿啊？上次发生的事情你都忘了，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这种事儿啊，少管啊！你站住！怎么着？哎呀，爸，两码事儿。这对红梅姐很重要，你就帮帮她。没办法。不可能，打我记事起就没有你治不好的病。行了行了，不要给爸爸戴高帽了。真的。没办法，我去做饭。那我不吃了。哟，这学会威胁爸爸了呗？爸，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，你就说你治不治吧。哎呦，傻孩子，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，这是人的脑瓜子，你这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呢？那万一治好了呢？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呀？你以为你爸是1万个里边那一个啊？是，你是那10万个里面那一个。哟，行了，你去治吧啊！爸爸看呢，应该先把你这个小脑袋瓜治治，别给我添乱了，真是。那我要能治，我还找你。我做饭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你知道的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我想认你当姐姐，可以吗？后退！如果白明翰真有问题，就算白慧是清白的，恐怕也会有麻烦。可以啊，不愧是神枪手啊！哎，队长，咱俩试试。哎，我就算了吧。别呀，
来都来了，别扫兴啊！你看，前面那俩，我负责右边的。可以啊，红梅。队长，请。那行吧。哎呀，队长，你这最近缺练啊？这2根麻绳倒是挺结实啊。红梅，你自己看看，队长打的是哪根麻绳？要不是那根麻绳丝的话，这瓶子早就掉了。到底啊，还是打偏了。厉害啊！队长，是我草率了。张局，你说他一个特务，咱们给的医疗条件是不是太好了？给他送进监狱得了，真浪费我们钱。夏院长啊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必须要让他醒过来。肖院长，这都3天了，还要等多久他才能醒啊？哎呀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还得看他颅内血块的变化情况，说不定啊，真的就醒不过来了。那要这样的话，要不要请市里的专家来会诊一下？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我看还是请省里的专家来看一下吧。那先观察一段时间吧。省城路途遥远，我怕再出什么意外。陆成，这样，回头做个牌子提醒一下，这一片的病房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好。一片白云，又一片白云，无休止的向我扑来，如梨花微雨，发丝缠谋拂在我的脸上，让我心醉神忘。队长，你刚才那枪不会把童明打坏了吧？你喝了，肉不肉麻呀？谁写的？这都是人家写的诗，我请教过了，这叫浪漫主义。是谁写的？陆成。谁？陆秘书。陆成。队长啊，让我查查陆秘书，结果人家呢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子女，大学毕业，你看人字写的多好，文采也好，这都是他写的。写这么肉麻，他这是看上谁了？对呀，写给谁的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猜？真没劲。哎，红梅姐，白慧，我问过我爸了，他说他不敢保证治好，我觉得他就是有顾虑，所以才说不敢来治。是不是因为之前调查的事生气了？那倒不是，他说这人脑袋万一治坏了怎么办？我觉得吧，他就是怕担责任。我是真劝不动他了。没事，先吃饭。我知道了。陆秘书，哎，季专家，专家吃饭去他那边啊。没事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看了咱们厂的扩建图纸，13号是预留挖水池，我们核算了一下，面积还不够。16号那块地我们能征用吗？16号地，16号地要做一个专家休息区，那现在马上要动工了。先别开工，现在修建大水池才是最重要的。大水池干什么用啊？模拟实验水池，这个潜艇和船舶在设计初期，你不能造一艘真的船，然后呢反复修改。有了这个水池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实验，然后来反复论证，得到关键性数据。聊什么呢？聊实验水池呢。哎，陆秘书，我有点事儿要跟他说。啊，行，那你们聊啊。谢谢。哎，你跟陆秘书聊这水池有多深？30-50米吧，可能还不够。我不是这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脑子里能不能时刻把保密给我记在心上？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1对1保卫已经结束了吗？你干嘛总盯着我呀？我保护的是专家组，你是专家组的成员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陈队长，哎，吃着呢。跟您报备一下，
今天下午我要出场实地考察，你找个人跟着我呗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下午呢，你们谁同季专家一起去一趟？红梅去啊？我吃饱了。泡妹就行。走，打饭去。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啊？不是我，你们专项组安排的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开门。陈东升都已经说了，就是你点的酱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装什么傻？你测好了没有？啊？你站这么近，我怎么测呀？往那儿去。往哪儿跑？往前200米。200米？不是，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！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你赶紧跑吧。怎么跑？直线跑？直线跑，加速跑。这里。再往前。白明翰。是，他的医术我们了解过了，的确有独到之处。但是对于他的历史背景呢，我们一直抱有怀疑。但是红梅还是想请他参与张阿水的治疗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不过在治疗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守在他身边。是。对了，李光明怎么样？现在还在厂医院接受治疗，估计得养一阵子。你对李光明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的表现怎么看？说实话，我还没想好，还需要观察。再往前跑。还往前啊？跑。哎，庞官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季专家让我来测反射波。反射波？这附近没有建筑，哪来的反射波？不知道啊，他让我拿这个仪器来测的。这个是测等高线的，跟反射波有什么关系啊？季大阳！啊！怎么了？熄火了。熄火了？那个什么，你下去推一下车。推车？季专家，咱们离回去还有一段路呢，麻烦您下去推一下车呗，您看行吗？谢谢啊。谢谢啊。我让你戏弄我。哎，用劲儿啊！好了吗？你用没用劲儿啊？啊，行不行啊？又是你啊？他什么时候能行？我是护士，又不是医生。你这次准备在他脸上画什么？我已经很深刻的吸取教训，并且反思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上次，你帮我擦的。我是怕你被你们葛主任发现，这叫大事不迷，小事不拘。其实，你画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真的？
完了，完了，真坏了，这回是真坏了。真坏了？不是，什么叫真坏了？刚才假坏了。彭梅同志，请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让你先戏弄我的？那山上都没有建筑，哪来的反射波？让我一趟趟的跑，逗我玩呢？那山上真有反射波，而且我还要测距。你就编，你就接着编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真测反射波？你以为呢？哼，那就是误会了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了。要推车你推，我不推。不是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咱俩谁推都没用。哎，这样，现在从这儿往回走10多公里路，咱们先走回去，然后找人来拖车，好吧？走回去？10几公里啊！累死你得了！要走你走，我不走。哎，季专家，不是，这是你选的地儿，你嫌远。修建实验水池本身就要离沱江近，这样方便取水，懂不懂啊你？啊，我不生气。能够监测到离电台的位置吗？我们刚刚锁定这个信号，还要长期监听，需要电侦车的配合，才能找到具体位置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好。主任，张阿水已被中共逮捕。怎么还会慢了半拍？所幸他现在大脑受伤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的工作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恐怕、如果上。叶霞到国外了吗？这2天就应该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些海外的同行是真的靠不住。越是重要的成果，他越是不会跟我们分享。但是对岸能得到的东西，我也要得到。我相信安文山的研究成果，他自己一定会有备份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叮嘱叶霞，一定拿到情报。快点啊！快点！啊，不行了！啊！不行了！怎么了？咱们还是找个村子，打电话让厂里来接咱们吧。设备太沉了。这儿找不着村子，咱都走了一大半了，再坚持坚持。要坚持你坚持，你就让我歇会儿。一张一弛方有序。哎，在那儿，歇会儿。那就再歇5分钟。哎呀！看我干嘛？我在想，你如果不当公安的话，会是个怎样的女人？唉，那你要是不研究数学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要是不研究数学，那我的一生估计将会毫无乐趣，甚至说毫无价值。我就真不明白了，就这数学里里外外就那10个数，有什么乐趣？搞不懂。你当然不懂了。我早已经决定，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数学了。哎，你想没想过当地质学家？你看啊，就今天你在工地上测量数据的时候，你别说，我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像怎么回事啊？说你这人无趣。当男人跟大山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特迷人。哎，太迷人了。怎么了？黄红梅，干嘛？着凉了，发烧了吧你？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？没法跟你沟通交流。车来了。
庞管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车坏前面了。哎呦，这公安同志？对啊。哦，那刚才我看那辆老嘎斯是你们扔的，是没油了吗？不是没有了，可能我估计是发动机的问题。不是，那车啊，我了解，那车发动机不容易出问题。你回头啊，小伙子，你看一下那个电瓶或者是汽油泵，你检查一下。他不懂，我开的。哎呦，女同志会开车了不起啊！你们这是去？啊，我们是去仪器厂，这不给仪器厂扩建送一批零件吗？这么巧，那走吧。哦，你们也去仪器厂啊？走，我送你们，送你们，走。来。最近呢，仪器厂扩建，我们市运输队啊，天天就围着仪器厂转。这我听说后面这车拉的全是精密仪器。我能参与到这个仪器厂的大工程这个扩建啊，我也算是光荣吧。对了，赖师傅啊，我听说你们车队前2天有一位叫肖师傅的，是不是被人把车劫了？啊，对，人没事吧？哎呀，这人养伤呢，毕竟后脑勺挨了一下子，命差点都没了。你说这帮狗头，你们下手真够黑的。哎，你们俩坐好啊，这段路可不好走。我看您这开车技术，没10年也下不来。哎呦，厉害了啊！果然是公安同志，眼睛尖啊。我这啊，大概是解放前半年吧，啊，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。那谁想打仗啊？跑又跑不了。我一看啊，我就当个汽车兵吧。咱们卢蒙解放之后啊，我就分到了市运输队。你看，真是摸了小10年的车了啊！您是龙门本地人？是呢，我是本地的。这位小同志看起来啊，不是个技术员，就是个专家。您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他长的样子，细皮嫩肉，白白嫩嫩，斯斯文文的。卢门有几个这样的人呐，对不对？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啊，真的是人中龙凤啊，百里挑一。师傅，您过誉了，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，还谦虚呢。成家没得？没得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卢门的幺妹啊，是个顶个的温柔漂亮。你努把力啊，争取当一个我们卢门的女婿啊！借您吉言。哎，老姜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从枪伤到再负伤，这期间时间很短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哦，去了一次河堤路，不过没有遇到什么人。好，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姜。队长，哟，回来了。你这去一趟工地需要这么久啊？别提了，车坏半道了，刚让丁杰去修，能不能申请一下，给专项组来辆好点的车？这已经是咱们专项组最好的车了啊！对了，张局已经批准白明翰给张阿水治疗。什么？真让他治？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？不是，我那就随口一说，那要治坏了算谁的？哎呀，这该用的办法都用了啊，说不定这白明翰还真有办法。给你个任务，去请白明翰。我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你请？不是，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吧？你要真的觉得有难度，我倒是给你个建议，你呢，带上鸡丹阳，说不定会显得自然一点。哼，我才不带的。鸡丹阳，怎么，车又坏了？在厂里还想让我帮你推车啊？不用，我今天呢是专程来给你表达歉意的。有事说事。出去透透气。哟，哎呀，瞧你这一脸别有用心的样子。干嘛呢？我不去。出场都没兴趣？你不平时最爱往外跑吗？我陪你到河堤路逛逛，然后再吃点小吃。是啊，我平时那么喜欢往外跑，你都拦着，今天怎么就这么主动要带我出去了？您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有事说事。喊我请你出去透透气。
假不假啊你？那我直说了，说，陪我去找一趟白大夫，我要看病。你病了？哈哈，你们是为那个特务的事儿来找我的吧？我们家小慧啊，一直在求我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来找我的。白大夫，嗯，那个特务牵扯到很多关键的案情，特别重要，只有您有可能给他治好，所以您就帮帮我们吧。哎呦，我不是不帮，那么多专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，我这么一个江湖郎中，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叔，您的医术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了解吗？您要是江湖郎中，那全卢门没大夫了。你又在夸大，啊，就是，都说偏方治大病，您是高人。哎呦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害我了，我呀，真的就是江湖郎中，我不是拒绝，我是真的不行。爸，只要你答应呢，我今晚呀就给你多炒几个菜，我还给你买酒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这还像我女儿吗？专门害爸爸呀！爸，红梅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我去做饭。红梅姐，寄专家，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，你看看，我去给你打下手。来吧。白大夫，您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对您的问询，所以心里有点成见？哎呀，没有什么成见。特务的这个事情啊，小慧她不懂，她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严重性。你说我要是真的给治不好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什么后果？你这鸡块打算怎么做啊？你现在吃辣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是说有点辣的那种。能比你那辣酱还辣呀？差不多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做个香辣鸡，香辣鸡特别好吃。好。跟你说吧，轻的失忆、失明，重则就毙命了。到时候我就是100张嘴，我说不清啊。不瞒您说，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，您就帮帮我们吧。你是在赌了？更是信任。韩国啊，能得到你们的信任，这也是我挺光荣的事情。那看来我只有从命了。您这是答应了？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尽力，好不好？谢谢您。我尽力。哎，你坐。上次你说你父亲是烈士，是。那你母亲呢？我母亲也牺牲了，比我父亲还早2年。她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牺牲的。哎呀，还是和平年代好啊！你的命运呢，跟我们家小慧很相像。难怪她对你那么亲呢。白大夫，您是老卢门人？这没错。我老师说，我父亲当时就牺牲在卢门，就在解放前夕，说不定您听过他的名字，叫庞世钊。庞世钊，时间太久了，记得不太清了。您不是说您解放前给很多人都看过病，说不定给他看过呢？您再想想。想不起来了。也许我们还真的见过呢，但是说不准。你现在还能记得你父母当年的样子吗？记得。对了，我听说呀，在解放前夕，我们卢门呢，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。国民党在撤退的时候啊，秘密的杀害了一批共产党。也许你的父亲也在其中吧？在什么地方？我只是听说。要不要尝一块？好啊。
心烫，怎么样？好吃。我爸也好这口，从来没做失败过。不行，我得去跟彭红梅说说，隔三差五买点食材过来，改善伙食。让他侧下身吧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你要相信你的判断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对吧？哎，队长，红梅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下来了？总在房里闷着，太无聊了，出来走走。白大夫怎么在这儿？哦，白大夫正在给张阿水治疗，说是有可能让他醒过来。啊，是吗？爸，我去拿牌。好好好。来了。哎，这出来了。国明啊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白大夫，怎么样？淤血已经排出来了，什么时候醒这得看他的造化了。我估计要醒也就这1、2天吧。如果不醒，咱们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谢谢您。谢谢白大夫。那你们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小慧，好好上班。爸，我送你。好，那再见啊，再见。执勤呢？啊，李科长，你怎么样了？那混蛋怎么样？醒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进去看看。李科长，他醒了吗？没有，还那个样。那我先出去了，李科长。行嘞，辛苦了啊。魏公安，这儿有封信给患者。来，我看。好，行，交给陈队长看一下。好。李科长，你身子还没恢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行。啊，对了，等他醒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走了。好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专项组。什么？张阿水醒了？好。你知道你昏迷的这些天，有多少人在外头享福，又有多少人想杀你？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。现在路在你脚下，怎么选，自己定。张阿水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你现在就是他们的一颗弃子。弃子，你懂吗？拖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知道，我是个弃子，
但是只要我什么都不说，他们就不会放弃我。你是说雪狼，还是壁虎？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，你们也别想造成前提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钥匙？你们是公安，查呀！老师，看来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地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。应该是从季丹阳到香港的时候，不对，应该更早。草蛇灰线，浮木千里。这个有这么周密布局的人，我想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。